環境同時代嘅唔同啦，都令我哋睇嘅嘢有所不同噶。唔好似古代嘅詩人咁樣啦，佢等緊朋友期間呢，都可以借景抒情，感懷身世噶。跟住落嚟咧，為我哋演出嘅呢，就係中學3年級男子粵語詩詞獨誦屯門元朗嘅梁日峰同學演繹嘅作品係宿業詩三房待丁大不至以及南鄉子。宿業詩三房待丁大不至，孟浩然。夕陽到西嶺，昆曲宿夷鳴。松月生夜涼，風傳門清聽。潮人歸玉盡，燕鳥棲初定。稚子期宿來，古琴敲羅鏡。南鄉子，顏基道。新月有餘味，長笛睡覺月下吹。留意暮雲初見顏。
南飛。萬道行人晏後歸，意欲夢皆期，夢裏關山路不知，卻待斷書來破恨。應此還是良生欲怎是？我有特別嘅朗誦技巧，例如喺詩開頭嗰陣時，要真係望下啲風景，又喺詩嘅最後一句，孤琴後落徑。因為首詩係要睇佢點樣等個朋友，所以就要繼續去望落去啦。呢一首詩咧，其實就唔係話好容易去掌握嘅，因為要講個人喺度等個朋友，但係咧佢又唔會焦急啦，但係又唔去埋怨，反而喺度欣賞到嗰個黃昏嘅景色。咁個題目又好長嘅，咁啊梁同學咧就將個題目念得嚟咧好有個節奏感，呢個已經係先聲奪人啦。咁中間佢個眼神啊，同埋嗰個即係句逗嘅掌握咧，亦都唔錯。